好，来继续来看台南赤坎楼附近的民营停车场，民众话讲停车费伤贵了。假日1点钟80块，一天上悬爱1920块。啊，人无外远，另外一场私人的停车场，虽然假日一天700有较俗，但是1点钟原来爱100块，民众讲嘛是真贵。啊，上懊恼的是路边公有的车价，虽然1点钟才20块，但是除非有抢速，也若无根本就停袂到。车驶入停车场，你看内底包括新种的停车价，干那5位。来看这位停车场的收费，平常时1点钟40块，一天上济收200块。要不若假日1点钟变双倍80块，一天上济个咧收1920块。这款收费的标准，咱一般乡亲敢会当接受？假日哦，假日停一日来1900块咧，可能应该嘛无人会遐停到1日吧。用你假日甲你算1920，安尼你敢会好？我是无都接受啦，足贵啦。乡亲讲，敢若停1、2点钟，1点钟80块，佫会当接受。不过一天都要将近2000块，普遍感觉伤贵。如果用80块去乘以24小时，才会是1900多嘛？这个都是有停车场登记证的啊。这个停车场伫台南赤坎楼附近，来看赤坎楼边仔另外一个停车场。停车位有较济，这假日1点钟100块，停一天700块，停几工的较俗。不过若停几点钟，计小比进前的赤坎停车场较贵。我觉得蛮贵的，我觉得1小时60块差不多。通货膨胀这个太夸张了。赤坎楼附近有2个民营的停车场，假日的收费的标准有民众话贵。虽然路边公有车价1点钟才20块，不过若要停无遐简单。因为没位置啊，绕了一大圈了，找10分钟了才看到这边有。虽然民营停车场收费有较悬，不过对着找无停车位的乡亲来讲，嘛只能接受。是讲要提醒乡亲，假日赛车出门到民营停车场要停车进前，一定要看清楚收费的标准，会当接受才入去停，免得讲欢喜赛车出门，煞因为停车费用影响心情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